在娛樂圈的輿論場裡，有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叫做造神與毀神。我們熱衷於將一個演員捧上神壇，封他為古偶天花板、演技免檢產品，卻又在某個自認為清醒的時刻，迫不及待地要將這尊神像推倒，仿佛這樣才能彰顯自己的清醒與理智。如今，這把衡量演技的標尺，正正地懸在了任嘉倫的頭頂。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任嘉倫最大的騙局，在於所有人都以為他演技很好，結果發現那不過是角色濾鏡太厚。這個論斷聽起來尖銳刺耳，甚至帶有一絲被欺騙後的惱羞成怒，但他確實精準地戳中了許多觀眾心中隱隱的困惑。為什麼曾經在《大唐榮耀》裡讓人驚為天人的廣平王，在《錦衣之下》中騷斷腿的陸毅，如今在《佳偶天成》或是《無憂道》裡，卻讓人提不起追劇的勁頭？是因為他變了嗎？全是因為變的是我們？要解開這個關於騙局的迷思，或苦我們得先從角色濾鏡這四個字拆解開嚟，看看這層迷幻的光印究竟是如何被鑄就，又是如何被擊碎的。說起任嘉倫，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錦衣之下》裡的陸毅，那個飛如復加身、眼神凌厲卻又在對女主是暗藏柔情的錦衣衛，幾乎成了他演藝生涯的圖騰。在那個冬天，陸毅用他那雙仿佛會說話的眼睛，重新定義了怎麼叫演技派。他不必有誇張的肢體動作，不必聲嘶力竭地咆哮，僅是站在雪中撐傘，或者坐在照浴裡攢緊拳頭，那種隱忍、孤傲與深情，便穿透屏幕擊中了無數觀眾的心。那是任嘉倫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大眾視野，並憑借這個角色吃到了巨大的功利。但我們必須理性地回溯陸毅的成功，究竟是演運的功力，還是人設的勝利？答案顯然是前者，但也不僅僅如此。陸毅這個角色本身就是一個極致的吸粉機器，他滿足了女性觀眾對於禁欲系男主的一切幻想，位高權重、冷峻霸道、武力值高強，偏偏只對女主一人展現溫柔。這種極具反差感的人設，疊加任嘉倫在當時確實貼合度極高的冷峻面容和專注眼神，產生了1+1大於2的化學效應。就像我們如今懷念當年的廣平王李肅，懷念他清晰卻充滿爆發力的哭戲，那種愛恨分明的層次感，確實是角色與演運在特定時期的相互成就。那時候的任嘉倫，眼神裡有對未來的渴望，也有尚未被流水線打磨過的稜角。然而，問題恰恰出在了這種成功的路徑依賴上。當一個演員用一種表演方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場和團隊會本能地希望他復刻這種成功。於是我們會發現，從《錦衣之下》之後，任嘉倫接演的角色開始呈現出高度同質化的趨勢。無論是《恰似故人歸》裡的長意，船是流水迢迢裡的慧超，亦或是無憂道裡的宣夜，儘管身份設定是鲛人、拳神、捉妖師，看似千變萬化，但剝開那層外殼，內核卻驚人地一致、美、強、慘。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背負着沉重過去、武功高強、沉默寡言，且對女主一往情深的深情工具人。在這種高度雷同的角色模板下，任嘉倫似乎也找到了一套最省力、最高效的演戲公式。有評論一鉗見血地指出，他的表演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套路：委屈便是垂眼抿嘴，下頜緊掹；難過便是皺眉低頭，眼神放空。表達隱隱心情則更為簡單，只需面無表情，剩下的一切交給導演的慢鏡頭和煽情的背景音樂。這種公式化的表演，在《佳偶天成》中迎來了集中的反噬。在這部劇裡，他飾演的賤鬼族少主陸千橋，本應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和宿命感的角色，但觀眾看到的卻是一個靠皺眉、瞪眼、歪頭笑三件套撐起所有情緒的表演。曾經在趙玉輝裡那種攢緊拳頭的克制、眼尾微紅的細節張力，在這裡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眼神的空洞和表現的疲態，甚至連他引以為傲的演技，
也開始被詬病為油膩。在《無憂道》中，他與女主初次相遇的場景，本該是獵魔人發現異類的審視與試探，但他叉腰斜倚門框，嘴角掛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裡非但沒有驚訝與興奮，反而透出一種不合時宜的挑逗和慾望，被觀眾吐槽油得能炒菜。這種觀感上的落差，與其說是他演技退步了，不如說是他那套固定的表演模板，在失去了新鮮感的人物關係和新穎的劇情之餐後，露出了蒼白的納里。當觀眾看透了你的下一個表情是皺眉，下一個動作是抿嘴時，那種基於未知和探索的角色濾鏡，自然也就碎裂了。如果說面癱和公式化是對他演技質疑的第一重打擊，那麼配音依賴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關於任嘉倫演技的討論中，一個始終繞不開的硬傷就是台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幾乎是配音臉的代名詞。從早年的《大唐榮耀》到爆紅的《錦衣之下》，再到後來的多部古裝大男主劇，觀眾聽到的絕大部分聲音都來自於邊疆等專業配音演員。雖然配音演員華麗的聲線為角色增色不少，甚至讓觀眾產生了這就是任嘉倫原聲的錯覺，但這畢竟是一種表演的剝離。演員的表演是由聲、台、形、表共同構成的，當台詞這塊完全由他人代勞，相當於他只完成了一半的功課。這種庇護是有代價的。一方面，他掩及了他台詞功底上的短板，讓他可以在書的歐里待得更久。但另一方面，一旦他嘗試使用原聲，或者觀眾開始意識到他長期依賴配音時，那種演技很好的濾鏡就會立刻出現裂痕。在《佳偶天成》中，當他試圖用自己的聲音去詮釋比起長生不老法力磨邊，我更希望自己活得像個人這種悲愴的台詞時，卻暴露了斷句紊亂、語氣平板的弱點，被形容為像一杯沒燒開的溫水，毫無感染力。這種對比是慘烈的，它讓觀眾突然意識到，原來那個讓我們心動的低沉嗓音，那些抑揚頓挫的情緒起伏，竟然不足於屏幕上的這個人。這種欺騙感一旦產生，哪怕他後續在《風雨潮》這樣的正劇中努力使用原聲並獲得了一定認可，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消弭觀眾心理的落差。不過，如果我們因此就斷言任嘉倫完全是個演技騙子，甚至抹殺他過往所有的閃光點，那無疑是另一種不公。說他全是靠角色濾鏡，其實是一種過於武斷的事後諸葛亮。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想，為什麼偏偏是他擁有了這麼厚的濾鏡？那些年，《大唐榮耀》李廣平王純真的少年氣，《錦衣之下》李陸毅那種外冷內熱的細膩層次，難道全都是人設的功勞？演員本身毫無加成嗎？顯然不是。當時的任嘉倫，眼神裡有內容，動作上有細節，他能接住老揮骨的戲，也能在有限的發揮空間裡讓角色閃活起來。即便是在被群嘲的鳳凰台上，李依然有劇評人指出，他對於帝王那種百轉千回的柔情與霸氣的呈現，以及舉手投足間的疲憊與倦怠感，是精準且有代入感的。甚至有人專門剪輯了他從《錦衣之下》到流水迢迢的微表情合集，試圖證明他在不同角色間並非完全複製粘貼，而是有細微的調整和把控。這說明任嘉倫並非沒有演技的底子，他曾經展現出的靈光一現是真的。如今被詬病的流水線也並非空穴來風。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演技，而在於想不想突破以及能不能跳出輸的圈。令人遺憾的是，在憑借古偶走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顯然選擇了最保守也是最商業化的那條路，固守古裝味強慘的賽道，用最穩妥的表演方式，一連接3、4部同質化的劇本，瘋狂消耗自己巔峰時期積攢的口碑。這不僅僅是演員個人的選擇，也是背後資本的逐利邏輯使然。當市場吃這一套時，鮮有人會主動打破那個能穩定下金蛋的窩。但這種短視的消耗帶來的後果是可怕的。到了2026年，當《佳偶天成》播出後，
不僅沒有掀起水花，反而因為演技套路化，與女主毫無 CP 感而搏得無聲無息，甚至沒有多少人願意討論角色互動時，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公燈信號。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評判一個演員的演技，有時候確實會受到閱片量和預期值的影響。我們懷念陸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是在他並不那麼紅的時候創造的角色，帶着經驗初現的加成。而對於他後續的角色，我們總是帶着要超越陸亦的期待去審視，這種心態本身就容易產生失落感。更何況，隨着年齡的增長，36歲的他再去挑戰20出頭的少年戰鬼，面部浮腫、法令紋加深等客觀生理變化，在高清鏡頭下磨柱頓形，所謂的破碎感在疲敗從此的面部線條面前，確實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使得他曾經的賽道正變得越嚟越窄。有趣的是，這種爭議似乎正在倒逼任嘉倫做出改變。最近的新聞顯示，他開始嘗試跳出《古偶》這個書的勾，在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的正劇《鳳餘潮》中飾演愛國商人，甚至不惜自毀顏值。在新作《深淵魔間》裡增重20斤，全程素顏，留着寸頭演基層刑警。這至少說明他本人和團隊已經意識到了危機的存在，並且試圖用行動去撕掉那個古偶專業戶的標籤。如果這種轉型是認真且持續的，那麼現在討論他是不是騙局顯然為時過早。一個演員的職業生涯是長跑，如果他能在正劇或者現實題材的土壤裡重新扎根，磨練出退離配音加持的硬核演技，那麼現在的爭議或苦不過是他在轉型陣痛期必然經歷的一次口碑顛簸。畢竟當年嘲笑胡歌困在李逍遙光環裡的人很多，但最終他用梅長蘇讓所有人閉嘴。朱一龍充流量擔改到金雞影帝的逆襲，也證明了只要肯沉下心來，瓶頸是可以被打破的。那麼回到最初的那個命題，任嘉倫最大的騙局到底是不是角色濾鏡太厚？或苦答案是，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演員和角色從來都是共生關係，不存在絕對的全靠角色或全靠演技。一個成功的角色必然是演員特質如人設劇本的完美契合。早期任嘉倫的成功得益於他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揮路，用一種半是本色半是技巧的方式創造了幾個讓人難以忘懷的熒幕形象。而如今的爭議則源於他在這條書的路上停留了太久，久到讓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久到他那套公式化的技巧再也藏不住內心的空洞，久到年齡和狀態的變化讓曾經的優點變成了缺點。角色濾鏡不是原罪，它能讓你一夜封神，也能在你停滯不前時變成一面照出所有短板的高清鏡子。作為觀眾，我們與其去糾結這是不是一場騙局，不如用更開放的心態去觀察他的未來走向。如果他真的能在《鳳餘潮》和《深淵魔間》裡拿出令人信服的表現，用原聲和顛覆性的形象告訴觀眾，他不只佢抿嘴和皺眉，那也不失為一段佳話。如果他依然在古偶的圈子裡打轉，靠配音和慢動作擁繫着最後的體面，那市場的反應自然也會說明一切。畢竟一個演員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被質疑，而是連質疑的聲音都懶得發出來。對於任嘉倫而言，曾經從低谷爬起的他比誰都明白機會的可貴，而現在的他需要的或苦不僅僅是打破濾鏡的勇氣，更是重塑吶喊的定力。娛樂圈的風向變得很快，但觀眾對於真誠表現的渴求從未改變。